昨摆时，毋咱乡亲毋着去买这个威力彩哦，昨又搁讲句威力彩讲句，连讲41期头彩奖金讲有27亿，所以讲各地呢，大家收钱咧买威力彩。台中北屯有一个里长，就是讲团结力量较大，就招500外个里民，一个人出800块，做伙呢要合股买威力彩，总共开偌济？开43万。昨开奖的结果虽然是讲句，不过总共毛着10万块。里长讲，这里民拍算要搁继续拼。气，大个。威力彩头奖伫昨有21亿5千万，台中市北屯区平和里长直部队长，伊找547位里民，每一个人开800块，总共43万买500外张威力彩，要做伙发大财。家己包牌不如大家做伙集资。虽然开奖的结果讲句，毋过着的小奖算的够10万块，里民决定搁后一摆。继续包啦、冲啦、压啦，倾向增资再给它凹下去。若要增资，搁要邀请搁较侪里民。第一区拢电脑去开始一组800对吧？我总共要24组。这是平和里里长第4摆做伙招包牌，集资的钱和人数一摆比一摆多。不过因为买伤侪威力彩，搁发生一张彩券拍无去的状况。迄有时摕唔到彩券落去，什么等等啊，无去，咱就爱家己负责啊，我就自己担起来了。好佳在头奖还未开出来，无论里长或者是民众，拢想要搁买落，拼一个希望。只有中尾数而凑个热闹，谢谢。有这个想法，但是还是礼拜一再说啊。威力彩头奖连续讲41期，后一期估算的奖金有27亿，想要变做亿万富翁，每一个人拢各有机会。